大熱暫時係1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首度再來白衫嘅，外邊時間寶就紅衫啊，跟住個第3位嘅馬啦，外邊啊翠湖烈風啦，埋邊黃衫第4位凡凡有餘啊，外邊走上去有隻爆竹喎，馬林中間白衫粉紅帽呢就極速滿貫嚟㗎，內欄仲有先到先得啊，尾5位置外邊啊鬆啲啦，尾4黃衫黃帽至高心得啊，內欄尾3有紅磚戰士啊。殿後一對馬分別係追風同埋紫荊戰士嚟㗎。好啦，轉完呢個滿貫彎，向住對面直路頭進發啦。前面放嘅馬就時間寶嚟嘅，首到再來呢，就跟住個第2位啊，第3位嘅馬啦，埋邊壓到入嚟喎，翠湖烈風啊，爆竹跟住第4啦，內欄第5黃衫凡凡有餘啊，第6位粉紅帽極速滿貫啊，第7位係佢3搭咋，鬆啲響外邊啊，內欄尾5先到先得啊，後邊嗰4匹馬分別有呢隻至高心得啦、紅磚戰士啦。尾依位置紅衫黃帽係追風啊，殿後個馬匹仍然係紫荊戰士嚟㗎。好啦，過埋呢個600米嘅段處咯，前面都仲係時間波佔先嘅，首到齊來呢，首到再來就逼下佢啊，落去咗個零馬位到啦。第3位嘅馬有呢隻就翠湖烈風啊，外邊爆竹上咗嚟，響埋邊第5位黃衫凡凡有餘啊，中檔追嘅馬先到先得，偷入邊仲有呢隻紅磚戰士，中檔位置極速滿貫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時間寶仲係佔先嘅，埋邊凡凡有餘已經係上緊嚟啊！咁啊見到爆竹亦都外邊追，但係有啲內閃啊！中間位置仲有隻手到再來啊！最後100零米，凡凡有餘已經係透出咗贏緊呢場賽事。第2名啊嘛，埋邊係時間寶啊！第3呢係外邊嘅爆竹，中間呢仲有隻手到再來啊！結果今場賽事沿路貼欄，咁啊就係慳咗啲位啦，凡凡有餘，咁啊結果啊衝贏晒啦！時間波放頭都係貼欄㗎啦，爆竹呢走鬼好生硬喎，又內閃又勝，都跑過第3。首到再來，似乎係第4啊！好啦，贏馬啦，布文啊，沈集成起馬啦，凡凡有餘。第2名呢，放頭走嘅時間寶，第3呢，爆竹就壓到入邊嗰隻首到再來啊！今場就真係冇潘頓冇莫雷拉，咪就布文贏馬啦，凡凡有餘。好快啊！